強國人民洗手盆便便啊！咁見到呢隻顏色，你會諗起啲乜嘢啊？咩啊？咩啊？細路仔急起嚟，從沒有所謂最醜根，本只有更醜陋，皆莫負解決，路仍然未夠。唔好怨，多得強國人民嚟幫襯，香港至遍地黃金咋？係啊，呢都係黃金啊，仲多到寫咁滯添，唔信？嗱，喺粉嶺嘅母嬰健康院，最近喺男廁貼晒告示，簡體字啊，俾邊個睇？心照啦。但人們不禁要問，強國人民特別中意抱住細路喺尿兜屙茄，仲折墮到連洗手盆都有。好急急啊！你認錯咗我啦。實祖國同胞同我哋血濃於水，分濃於尿，闖關嚟香港生仔，梗係要用下香港嘅社會福利啦。留低蘇州市都係回饋香港人咋，做到煲呔所講，內地同香港雙贏局面。你班健康院職員有乜理由鄙視我哋強國人民呢？